啊，咧按在地人在地前来讲一个台南的消息，这个台南的安平有一项专台，有一个中原的祭典，叫做孤坪祭。这嘉尾灵祭殿呢，伫安平运河边啊起这个孤坪。长长的白布呢，为这个坪顶的径道一路延伸到运河内底，这代表分路是要引领老道公享受中原普渡的祭品，这场面真壮观。来看这项传承百万年的祭典。当弄上白布为高坪顶延伸到运河内底，这个叫做分路，为着让老大公上花，伫咧白布两边插香，邀请好兄弟来领贡品。大士爷就是咧主持咱这普渡仪式的科仪，要互这好兄弟啦，阮为野果来接受阮庙里祭祀普渡啦。伫旧历7月初9所举办的灵祭殿高坪祭，敢若流传伫咧安平部落庙府之间，106年登录做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，借由活动举办，互参加者体会安平特别社团的历史典故和场景。普通一般咧搭座是毋是4角头，四支，并不是一个支。庙方准备大只猪公和真济祭品，互老大公和水中孤魂来接受普渡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